咁喺網上邊咧，可能大家都見到有啲人話啦，網上生意咧，或者係甚至乎有一個叫做 dropshipping 嘅形式咧，係特別容易失敗嘅。咁啊，即係我今日就有幾個分析啦，可以俾大家嘅，就話俾大家聽點解有啲人係做得咁成功亦都係會係失敗。咁我哋今日 focus 翻喺失敗嘅原因先。咁啊，第一佢哋咧可能唔識點樣係揀啱啲產品喺網上賣，咁啊就 focus 喺一啲咧唔係解決到問題嘅產品。而係揀一啲潮流、一啲 trendy 嘅產品，咁啊以為咧可以即刻賣到錢，可以賺到錢。咁啊第二，佢哋可能揾唔到一啲啱嘅供應商咧，可以快速咁樣將啲貨品咧送到客人手上。咁啊搞到啲客咧有時候要等超過30日，甚至乎咧有啲係等到60日以上嘅。咁啊呢個咧咁長嘅時間咧，會引致到佢哋係要求退款啦，同埋咧 PayPal 啊或者係啲收款機構咧係可能會凍結到你啲錢嘅。第三，佢哋可能唔識睇 KPI。即係咧關鍵績效